just any trade show. The Canton Fair is China's oldest and largest international trade exhibition. First held back in 1957, it's known worldwide as China's #1 trade fair, attrac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buyers and more than 30,000 companies every session.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欣一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今日就係講下外貿嘅情況啦，就係廣交會嘅第138屆廣交會首期展覽啱啱閉幕。咁據報道啦，喺美中貿易戰環境之下呢，營商環境面對唔同嘅挑戰嘅，尤其係對於十分依賴美國市場嘅外貿商嚟講呢，佢哋需要盡最大嘅努力去尋找美國以外嘅市場。話 backup 又好啦，話轉移重點市場都好啦，講到底大家都係為咗揾食啫。呢次廣交會咧有大批嘅 AI 機器人進駐，咁現場咧就越嚟越似機器人智能大會啦。其中一部筋膜按摩機器人更加係因為撳老外撳得好舒服，所以成為咗熱門話題嘅。咁根據官方數字啦，總結今年廣交會整體參觀數字，亦都係有增長嘅，大約係有1.2萬間企業參展，其中係以浙江省參展企業創歷史新高。至於境外嘅採購商咧，累計線下參會咧係約15.79萬人嘅，暫時嚟講啦，按季係環比增加咗6.3% 嘅。由於咧廣交會係分3期去舉辦嘅，咁最終嘅成績咧亦都有待觀察嘅。為咗俾參展商信心啦，今季嘅廣交會亦都係延續咗春季廣交會嘅減50% 展會費措施，再加上中國商務部嚴厲打擊倒賣展位同埋證件嘅黃牛，改善咗展會嘅成本同埋生態嘅。不過就算係咁樣做咧，亦都係未能擺脫生意難做嘅陰霾。出口商喺展會上主要都係希望尋找美國以外嘅新訂單嘅。我睇小紅書啦，亦都有唔少嘅鋪主啦，都話今年唔單止係查證件查得嚴格咗，而且人感覺上都係少咗嘅。今年真係好嚴格啊，人都少咗好多咯。138屆廣交會最嚴格的一次廣交會啦，黃牛都不好使啦，一個外國採購商只能帶1名助理和1名翻譯進會場，全程助理和翻譯陪同進出。明顯感覺到今年嘅人流少於以前，但係盒飯都係一如既往嘅難食。其實上一屆廣交會已經有商家接受咗訪問，話生意難做㗎啦，亦都透露咗公司有一半嘅產品係售往美國。而家企業大約有400名員工嘅生計係受到威脅嘅。咁據報道啦，今年亦都有照明用品出口商失去咗大批嘅美國買家，因此要全力去籠絡歐洲客戶啦，直言唔可以再失去歐洲市場㗎啦。雖然挑戰重重啦，不過今屆嘅廣交會嘅機器人展位啦，成為大熱啊！包括咗按摩機器人啦、球形巡檢機器人啦、骨科手術機器人啦、咖啡拉花機器人啦、園林割草機器人啦等等等等，再加上一啲 AI 智慧穿戴裝備啊、綠色節能家電啊等等嘅產品出現啦，亦都令傳統嘅廣交會幾乎變成咗智能展覽嘅。咁我睇到小紅書啦，亦都有一啲商家係話直接收咗美金訂金嘅，現場係收 cash 嘅。但係評論區咧就好搞笑啦，簡直喺度搞事情的。我靠，一股經濟上行的味道，想太多了吧？無論點啦，138屆廣交會係從10月15號至11月4號喺廣州舉辦嘅。到咗真正閉幕之後，再睇下會有啲咩具體嘅新聞啦。OK， 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嘅視頻，不妨 subscribe、點個 like、comment and share 啦。我哋下個視頻見 ，see you。